台糖啦，台糖的土地了，要租了的。台糖，你看以前那个5分车在那甘蔗的，后来新宁糖厂没有再生产了，那个土地荒废，还要租哦，这个危险要租，买可能比较贵，要用租的。那个铁路沿线啊，铁路的沿线那都是台糖的土地呢，有的有围起来，有的没有围起来。你看台糖都要花钱来整理。前方那个叫寒山寺，哦，你看这一块田地，适合于种水果啦。那夏季比较不会淹水，夏季台风季节比较不会淹水。这一块地整理草整理很多次的呢。以前还有盖房子的，后来拆掉。哦，你看这个要卖啊，这适合于种水果的。夏季台风豪雨季节比较不会淹水，旁边的都比较低，你看旁边的水田都很低的。刚刚那个台糖的农地那个台风季节雨季也比较不会积水，适合于种水果。以前有看到种那个香蕉，这个也适合于种水果。在前边呢，新宁休息站啊，你看这离高速公路不远，离那个高铁也不远。